我突然就被这句话治愈了。他说，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可比的，因为若比相貌，我们都会老去；那若比财富，我们都会失去；那若比生命，我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体验者，体验过后悄悄离开。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完美的，年轻的时候执着什么都不为过，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是错。所以呀，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，这场人生你就赢了大半了。至于其他，有则锦上添花，无则依旧风华，是这样吗，同学们？最后，月有月的明亮，心有心的璀璨，与其仰望他人的星光，我觉得不如活成自己的太阳。